评弹电视艺术片张丽华弹词演唱专辑汇聚了诸多张丽华的唱腔作品，展现了多姿多彩的演唱风格。其中有用立调演唱的开篇《情人绝命》，啼笑姻缘选曲《雪地会凤》，用余调演唱的选曲《雪山记告状》，苏州第一家初会三师太用讲调演唱的选曲《玉蜻蜓文轩哭观音》和苗金凤赠凤等。张丽华充分运用评弹一曲百唱的特有艺术手法，把握书中人物思想情感，唱得动情感人。评弹电视艺术片张丽华弹词演唱专辑充分运用多视角的电视拍摄手法来体现演员和曲目的特色，营造电视评弹特有的艺术片，加上苏州园林厅堂式的舞美意境，更凸显出苏州评弹的苏味，让欣赏者得到视听双重完美结合的艺术享受，赏心悦目，意犹未尽。你说推关
的去娘，所以白沙兵马两不要渡一军门里
家风你君子辈，天楼里在水，人去腾身空相随。春去
松香，如今去历是永分离，我去下为君天都早，他真看地来可风息，不，大爷他不会来看我。可恨啊，你的因为虽然我说不应允一家的你，我爱你怎能将你害，去一个爷爷说你的子王大人，老大同我干生山云情深来到对来生比作去嘛风息时